请踩上车路。并非捷运首班车，海丰港发手刹车道。双十节4天连续假期将至，连假期间，彰化地区各汽车代检厂将暂停受理汽车检验服务。彰化监理站提醒车辆定期检验即将到期的车主，尽速安排车辆定检，以免逾期受罚，最重者还可能遭到注销牌照的处分。如果您的车辆因到检日期最后一天刚好在连续假期期间，10月10日至13日的话，可顺延至假期结束后第一个上班日，也就是10月14日完成车辆检验。逾期仍未参加车辆定期检验者，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规定处以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逾期6个月以上者，还会被注销车辆牌照。提醒车主务必注意车辆定期检验的时间，以免逾期受罚。就地停车，请踩上车路。并非捷运首班车，海丰港发手刹车道。车辆检验结果。